朋友大家好，今天的节目是来给大跑关声。节目开始由江林老师带来一首《何日君再来》，何日君再来。厝屯粉面画目眉，忧愁西装台。昨夜思君君无来，小路空等待。思念半暗破花开。风眼泪满腮，娇伫花蕊笑实在，何日君再来？人世间冷暖，悲欢岁月，愿无情红尘一场无奈。叹世间花蕊淡化遗恨，甜蜜情话化作春年沉埋。厝屯粉面画目眉，忧愁西装台。娇伫花蕊笑实在，何日君再来？厝屯粉面画目眉，忧愁西装台。昨夜思君君无来，小路空等待。思念半暗破花开。风眼泪满腮，娇伫花蕊笑实在，何日君再来？人世间冷暖，悲欢岁月，愿无情红尘一场无奈。叹世间花蕊淡化遗恨，甜蜜情话化作春年沉埋。厝屯粉面画目眉，忧愁西装台。娇伫花蕊笑实在，何日君再来？受咱观众朋友所点就喜爱歌曲，叫做《何日君再来》。哇，这首好听的老师啊，这首歌
哎，一块像这个布袋戏红啊，真抒情的歌曲。安尼哦，老师，这首歌唔足久的吗？这首歌无真久，大概先走中国歌啦，中国已经接近可能有4、5档。哦，甲进行所唱的，像这个何日君再来，邓丽君，无共。这日语的歌无共。好来哟，谢谢哈，来感谢咱观众朋友咱准时收看咱义东破歌声的节目，谢谢徐大姐、佳佳，咱徐爸爸、徐妈妈拢总上线咯吼。明源大哥、剑山大哥、廖兴哥哥，感谢谢哦，咱的秀仁大哥嘛上线，郭大姐好，秀芬姐啊，蔡大姐、木火大哥，感谢默默的破歌声哈，谢谢尤大哥、尤大嫂啊，来明宏哥哥阿嫂，好谢谢。即马呢，要来进行着咱这个义大破歌声头一阶段，准备来点歌咯。头一首《女人的心愿》。想袂惊离开，不甘予你占，目屎若流，心愈乱。女人的心愿。来第二首歌曲《水车姑娘》。爸爸啊，牵水牛。经过田花边，想着什么话头对阮笑甲笑嘻嘻。水车姑娘。第三首《你着忍耐》。踏出社会，为着将来。离开故乡走天涯。第四首歌声恋情。闪烁的灯光，迷人的歌声，予阮感觉心茫茫。第五首国语歌曲哈，《重相逢》。重相逢，仿佛在梦中，其实不是梦。重相逢。来第六首，哇，这首是今仔日。天色未光，阮就守踮你窗外。暗淡的光线透出你的影。今仔日，好来哦，今仔日同款是6首歌曲哈。今仔日爱人要嫁人啊，是，首歌曲的名啦。是啦，好来来哦，准备咱来敲电话哦吼，安排6首歌曲啊，观众朋友，咱也介意哦。今仔咱这个江林老师给你安排歌曲哦，还有倒一首特别介意，来电话甲准备敲开哦，敲咱8326-317，8326-317，头一首《女人的心愿》，第二首《水车姑娘》，第三首《你着忍耐》，第四首《歌声恋情》，第五首《重相逢》，第六首。今仔日来准备接电话咯。为何我的心肝内只有你一人？欢迎头一位观众朋友上线。嗨，徐妈妈你好，来，嘿，今仔日好。阿哥点歌声恋情。安尼哦，好的，好，我下台哈，速平安。速为你做安排。来，郭大姐你好。哦，恁两个好，敲起来，无拢敲袂起。哦，来，第一首甲第三首。安尼哦，好，谢谢，拜拜。谢谢郭大姐。来，高小姐你好。罗东的高小姐。我们点4跟6。4跟6条。歌声恋情。好的，谢谢。今仔日。好。哎，你好，摸到刘太太。哎，
迄个重相逢，重相重逢呀。相逢第5首。好，谢谢你哦哈。谢谢来，这是咱的刘太太。哎，尤大嫂哦。对，哎，美女帅哥啦，好，好，大嫂你好，啊我来大哥嘛好。4加6，安尼好，好，好我下开哈。 4个6，平安哦嘿，谢谢。来秀婚姐，哦，恁两个好，好，编第3首甲第4首，第3首甲第4首，好你的就谢进来。谢秀婚姐哦哈，平安。来康苗姐姐，哦，康林，嗨喽，好，康大姐我点的1跟6， 1跟6，好的，哎，女人心1跟愿。 6，好啊，我下开哦嘿，好，好平安哈，谢谢谢谢。来春雄哥哥，有，哦，你还没点歌呢？哦，今仔个上爽哈。点歌哦，好来哦，哦，第1，第一咯，有，好，我下开哈，第1个甲歌声乱情，乱情，好，安尼这两1首。跟4，谢谢春雄哥哥哈，平安哦嘿，谢谢。来哦，红英姐啊，啊，你好好，我美女嘿，4跟5，哦，红英姐讲要歌声乱情，啊甲重相逢哈。好啊，我这两首给你下开哦嘿，谢谢。文东大哥来咯，喂，哎，黄玲啊，嗨，洪大哥，啊，曾林老师你好，大家好。我点第1跟第4，第1跟第第1 4，条到第4条，好的，好，我下开哈，好，感谢哈。那边来，桂美姐啊，来哦，我个3加4， 3甲4，好的，你就啉来。好啊，我给你下开哈。好，好，江林老师甲问好一个，我伫遮，好，我你好听到，谢谢哈。谢。谢。好，好，来，恁就算，伊拢有听到，阮两个拢有听到啦哈。来，减手大哥，你好呢，好，能够谢大哥，重逢啊，哦，好，再重相逢啦。能够重逢啊，好，我给你下凯哦，嘿，谢谢大哥吼，来哦，梅香姐姐啊，黄林、江林，你好，我选第4个第5，第4甲第5，好的，我下凯哈，啊平安哦，嘿，谢谢阿梅姐哦，午安哦，快乐了，哎，第1个嘿。第跟第1 5，甲第5，哦，第一个第二哈好啦，好，谢谢阿梅姐姐哈，好平安，来，谢谢大家哈，好来哟，啊，陈妈妈了，哎，嘿，你讲点一条歌声乱情，啊，你就恁来，哦拜拜。好，谢3谢跟4，陈妈妈啦哈，陈妈妈要听的哈，来，老师咱先来安排一首叫做《歌声乱情》。歌声乱情了，来，稍等下我再甲你讲哦吼。来，台北的叶大姐你好，哦，小姐，嗨，点只歌者，好来你讲，哎，倒一首。伫遮。点歌声乱情。我来第4好首，哦，好，叶大姐哈，好，谢谢叶大姐，好，平安哦，好，谢谢。来，好，哎，老师，咱来第2首，给你安排一首国语歌曲《重相逢》。来，OK 来，谢谢大家。好，头一首歌曲，这个歌声乱情是方玲的歌曲哦，吼。啊，希望咱观众朋友当介意，啊嘛感谢恁的点唱。徐妈妈、徐爸爸、高小姐、尤大哥、尤大嫂、叶大姐、秀芬姐啊，啊，各咱春雄哥哥、红英姐啊、文东大哥、桂梅姐、梅香姐姐、陈妈妈收点啊，这首歌方玲来给咱献唱，谢谢哦。迄烧酒一杯一杯，搁一杯。干杯！相思的灯光，迷人的歌声，予阮感觉心茫茫。阮也不知你是花言巧语，只是对你心绵绵。纯情的爱，煞来予你骗在，愈想心内愈悲哀。烧酒一杯，搁一杯，也袂当安慰着阮的心内。你不该欺骗阮的爱，为你耽误好将
人知你是花言巧语，只是对你心绵绵。纯情的爱，煞来予你骗在，愈想心内愈悲哀。烧酒一杯过一杯，也袂当安慰着阮的心内。你不该欺骗阮的爱，为你耽误好将来。谢谢辽天大哥、文东大哥、董先生、贵庆大哥，谢谢红乖姐姐、尤大哥、尤大嫂，感谢徐爸爸、徐妈妈，咱的红英姐啊，泸州的李大姐哦，谢谢李大哥，谢谢。烧酒一杯过一杯，也袂当安慰着阮的心内。你不该欺骗阮的爱，为你耽误好将来。好，谢谢。一首或者歌声乱情，哇，今日安排这首歌曲，足侪人点的哈，谢谢大家哈。希望讲啊，恁拢啊，恁咧放恁咧唱歌，啊，你听了后心情比较好，安尼哈，听歌就那心情会变好哦，甲唱歌同款哈。来，换江林老师来献唱这首好听的歌曲哈。啊，老师这首歌《重相逢》，这首歌是咱刘太太、红英姐啊、金刷哥哥、梅香姐姐，阮的阿梅姐。啊，来讲者阿梅姐吼，咱咧石头南底阿梅姐吼，伊即马毋是一个人看尔哈，规间一阵因兜上无啦，即个时间吼差不多半内底啦，超15个以上伫咧看咱的节目哈，谢谢大家哦吼，来安排这首好听的歌曲《重相逢》。相逢，仿佛在梦中，其实不是梦。还记得有年时光，你我的容容。我扮公主，你做英雄。在半风雨中，青梅竹马，情意深浓，如今都已成空。相逢，仿佛在梦中，其实不是梦。多少事消失如风，追寻也无踪。相对默默，语言无从。在无言中，两心相通，回忆无穷，互道一声珍重。
扮公主，你做英雄，在半风云中。青梅竹马，情意深浓，如今都已成空。重相逢，后来，菲菲，这首歌经典的一首国语老歌。今仔经典的这一首老歌，由江林老师来给咱献唱哦。谢谢我的佳佳，来秀仁大哥、徐爸爸、徐妈妈，有魔道刘太太哈，申叔哥哥、钟大哥、盛吉大哥、廖兴哥哥。搁咱美华姐姐甲姑姑姐有上山啦哈，谢谢坤星哥哥哦，感谢贵清大哥、徐爸爸、徐妈妈哈，来吼，搁咱明华哥哥阿嫂吼，咱的尤大哥、尤大嫂，木华大哥，谢谢。来，咱即马呢要来进行到咱即个第二阶段，甲咱观众朋友来准备互动咯。听好歌，嗨，要歌名，要歌名吼，好礼要送予你。今仔要送啥物？哇，送咱观众朋友真正是送到心肝底落去哈。咱知影讲吼，大大细细，男女都有，拢总用得着。对，伫咧疲劳的时阵，吼，伫咧筋骨的时阵呢，也伫咧安动动的时阵，这支足好用的。安尼啦，而且咧，观众朋友啊，即马吼，今年上新型的就是安怎，伊的探头就6粒探头，无论咱倒一个部位吼，伊拢是针对着咱这重要部位啊，骨膜也好啦，骹也好啦，包括讲脚底筋膜炎吼，伊嘛有脚底筋膜炎迄个探头哦吼，包括讲阿妈筋筋，搁有安怎，搁加一个热敷的探头，搁加一个冰敷的探头吼，你要烧要疼拢总有，而且咧，即马吼，相信观众朋友以前拢听讲哦，嘿，即种哦，即物件无俗吼。即代就好，我讲3年前我买阮爸爸这19800块，这个真重，咱这时代都伫咧酸啊，都伫咧袂爽快，哪有法度摕个压袂开嘛？较笨重，较笨重，即马咧这上新型的，这是上新上新型的，无大件哦，上新型的哈，这若4支吼，也无迄支的重啦，所以讲一轻，但是伊的伊的强度呢，伊佫甲你分做5级，5级，你会当倒分，强度拢总一定有够的吼，佫袂占空间，家己着听好处理啊。按键呢，即摆拢液晶显示，电池偌济，佫甲你讲甲好势好势，拢互你安尼，我咧讲用物件嘛爱安那利便性啦，利便性哈。今仔日你若来点歌的时阵，来要歌，若要着就有机会将咱即支，这正尔好的哈。来，甲摕倒转去哦，嘿，好来准备啦。我来头一首歌曲，带来这个苏金红作曲家咱苏老师伊所唱的歌。着伊一时冲动，跳出着故乡，心肝内无限的迷惘，走做伊形状，古一个真虚伪，不知要行倒位去。可拢啊，什么有意？伊嘛无托叫嘛一个。
茫的游路嘛是甜蜜一暝。你有讲过，叶花若又去，天国来去。过一个真稀微，不知要行倒位去。苦苦拢啊三嘛有伊，伊嘛无讨叫嘛凄厉。这首歌叫做啥物名？来，观众朋友，你若如果知影名，唔免客气。来，大家强攻路路，电话甲卡入来，电话伫头前，节目专线电话0483263173，来参加有奖。啊，咱的这个筋膜枪、按摩枪，哦，要来送互你。这高达的时阵，这高级品啊，高级品。你好，小青姐，啊对，安尼真卡咯吼，哦，好。来，我来奏这个歌曲。头一首歌若又无着，不要紧，哦，不要灰心丧志，继续，这个歌是演动较好用。一场梦，为何目睭变成空？为何我的心肝内只有你一人？无情风雨，无情的梦，无情的人。一粒月亮，一条小路，引我相比。啊，过去的一切，啊，过去的恋情，已经完全变无味。孤孤单单一人踮在路边，心情茫茫，不知要对倒位去。因为在一个所在，总是会引起阮想着伊。为何这就一场梦？为何梦是变成空？为何我的心肝内只有你一人？无情风雨，无情的梦，无情的人。一粒月亮，一条小路，引我相比。啊，过去的一切，啊，过去的恋情，已经完全变无味。孤孤单单一人踮在路边，心情茫茫，不知要对倒位去。因为在一个所在，总是会引起阮想着伊。
这首歌曲叫做啥物名？来，咱观众朋友，来，我即摆用主持来甲走一底，像即个轻松的音乐了后呢，就要来甲公布即个答案。好 ，OK， 哎呦，搁再大个，搁再做来呀，来，恭喜，遮侪人观众朋友拢有对着。好，来哟，公布答案。来，头一个歌曲的声是嗨，点在东京的街路上，有着无？恭喜啊！伊着一时冲动，跳出着故乡。来，第二首歌曲叫做《伤心的所在》。无情风雨，无情的梦，无情的人，一粒月亮，一条小路，引我伤悲。伤心的所在，以上。以上来恭喜哦！今仔有遮侪咱观众朋友，每一天吼，其实拢总差不多超过40个人。参加的观众朋友，对，拢而且踊跃，而且是拢总有对的哦，情。拢总有对哦。当然啦吼，其中有超正十位啊，咱观众朋友有无对的吼，无要紧，咱明天哈继续加油努力哦。嘿，为什么会叉叫？哦，来哦，感谢咱观众朋友哈。哦，我即摆咧，咱拄则讲要送啥物，就是要送咱这个筋膜枪。这个筋膜枪哈，这个筋膜枪是今年上新的哈，伊的6粒探头伫咧哦，无论是讲吼手啊，甚至骹底、阿妈滚筋、腰吼啊，甚至呢，咱就有当时啊，这个阿妈啊，像这安尼，这安尼，这个高望的所在啊，吼，如果你若抓袂到的所在，你听我啦，请。要到线了哦，好来，好的啊，拍摄，好，安尼呢，今仔日吼，咱拄则要歌的时阵，就是要送这支筋膜枪哦吼，啊，直接呢，老师来安排下一首歌曲的时阵，阿芳玲呢要来准备下一个单元，啊，就是互咱观众朋友的，咱身体会当健康，啊，我来进一段广告，啊，老师呢来安排下一首歌曲哈，后来进广告，谢谢。今仔要甲咱介绍，就是咱一寡大兄大姐吼，一寡长辈啦，啊，就安尼吼，扎退化去的时阵，伫咧爬楼梯的时阵，哇，即个酸啦、抽啦、痛，拢总来。啊，你若讲一个艰苦的时阵吼，有的观众朋友讲煮者食啦，吼，去活咧，甚至啊打拢无效的。我咧讲，这就是爱安那去煮迄个病，讲爱去煮迄种玻尿酸，就是这个关节甲关节内底啊，若煮一个玻尿酸，伊才安那。骨溜啦！哇，这做这拢足贵的对无？而且呢，吼，迄安尼一卡讲爱6000块，3个月时阵吼，都爱搁去做一摆。即马唔免啦哈，芳玲甲咱提供介绍的，就是咱这个脚有力，比注射冻搁较久，固啉的舌下吸收搁较紧，比开刀搁较紧，比注射搁较好。而且呢，免惊讲有任何的副作用，这就是互咱观众朋友固啉的。
是上界新的选择。啊，这拢总吼，之前你若有看过，你就知，这拢是世界专利的，为天然的食物内底萃取的，一罐一罐哦，一缸一罐哦，就会当互你的肉肉扎扎安尼轻轻松松会 Q 嫩哦。会 Q 嫩哦，包括讲皮肤嘛会反水啊哈，一罐搞定哦吼。这就是讲你若有退化问题，需要玻尿酸的，需要电的，需要嫩的，因为这内底佫有海藻钙，会当甲你补电的，佫有一种叫做蛋壳膜，会当补充咱第5型的胶原蛋白，专利的啊黑酵母就是安那会当增加咱肌肉量，吼肌肉的量，所以讲观众朋友。真纯吼，真纯啊！这呢一盒一盒，观众朋友转去的时阵，只要小可甲摇者，安尼甲啉落。这是在讲的，观众朋友，你若感觉讲你即马咧安尼起起落落，即个后壁骹筋即个所在吼，那安尼足暗的啦，吼足定的啦，你甲啉看卖啊！我甲恁讲哦，只要你若是啉芳龄，即马咧甲恁介绍这脚有力啊哈。3天要互你有感觉，7天你会感觉讲，你咧起起落落的时阵吼，加足灵活。啊，若差不多28天啦，伊就有法度甲你再生修复啊。所以讲吼，你会变做讲，你要出入内外的时阵，你要爬楼梯的时阵，包括讲你吼3种关键，就是讲骨头、关节、韧带，这个蛋壳膜第5型的胶原蛋白，一概拢总甲你做修复，互你爬楼梯，互你咧扶。吼，有真侪时段讲说，芳龄啊，出门的时阵吼，迄若拄着便所爱哭咯，爬开，我拢足惊的啦，爬袂开，哭咯就爬袂开，对无？你甲啉，早晚各1瓶，吼，若遐严重来讲，早晚各1瓶哈。这要安怎买？这一盒就是1800块，1800块吼。啊，咱观众朋友，你会知影讲吼，咱拢有甲恁做优惠，吼，真侪爸爸妈妈，啊，你都拢总有需要。来，你若食我这项，你就毋免搁去注射哈，毋免3个月一届，一瓶6000，2瓶就要12000块哈。盛开，互你们上介好哈。来，今仔甲咱主文交代的时阵，一盒1800块，2盒优待3600块对无吼？优待2500块。今仔电话卡通的时阵哦。我们再加送1盒，3盒2500块。时代讲芳龄，啊，我都吼2个人伫咧食，爸爸嘛咧食，啊，妈妈嘛咧食，对无？你若甲我买大组来哦，大组就是6盒，6盒就是5000块，对无？今仔电话卡通的时阵来，0800815181，0800815181，电话甲卡通，再加码哈，佮加送1盒。所以讲，你摕回的时阵7大盒，7大盒偌济啊？5000块哦，5000块哈。来，0800815181，0800815181，谢谢。来啦，真侪时段吼，因为这个无力啦，吼，安尼行艰苦啦。今仔日来哦，注意听哦，吼。观众朋友，恁今仔电话卡通，因为太侪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咧甲芳龄吼，反映讲啊，要甲我买这支哈筋膜枪，筋膜枪无咧卖啦，观众朋友没有在卖。你今仔日若甲咱主文交代买大组的，你知这一支筋膜枪是几落千块哦，真正是几落千块哈，这种等级的哈。今仔日甲咱主文大组加码，上1组啦。上咱观众朋友一组哈，一组内底所有的配备拢总伫内底，吼，啊伊足轻巧。我这可能无电啦。好来，0800815181了嘿，金地大哥。好，谢谢。喂，喂，你好。喂，来，哇，规个拢满线啦，用要当机啦。好来。你知影吼，芳龄就无喊你送物件来，观众朋友，今仔互咱观众朋友来主文交代，0800815181，0800815181，拢总满线对无？今仔日购买满5000块，咱这个按摩，我咧讲吼，咱这支吼筋膜按摩枪吼，就要来送互咱观众朋友啊哈！来，喂，你好，喂，啊，徐妈妈，吼，你拢长期有咧食呢？喂，有听无？有啊。来，你这吼，咱的脚友你拢长期有咧食呢？你拢甲徐爸爸咧食？下骨拢无吧？无吧？安尼吼。那叫我卡咧。我
顶下甲你食一组有效啊。啊，有效吼，好，啊，你今仔要搁订啦吼。哎呀，好好，安尼搁一组啦嘿。我你甲用大组的。要大组的吼。人在食。啊，我你讲，我今仔这个筋膜枪要送你哦嘿。好，好，谢谢谢谢，来，喂，你好。哎，我要买那个小友力。啊，要大组的吼。啊，大组的5000块。哎，对啊，送一支哦嘿。好，送一支。上一罐的胶膜按摩枪。有送哦，有送哦，今天有送哦。几时会到？哎，3天内哦，嘿，3天内哈，你等我一下哈，来哦，好，谢谢，来感谢观众朋友，哇，电话拢总满线，我咧讲观众朋友，我们这个筋膜枪有限量的，因为你个时阵内底无讲介足侪支的啦吼，所以讲你若讲吼，即马注文还有的话，吼，来紧的哦嘿，来金元姐啊，金元姐，哎，来，好，有听到，有听到了哈，哎，要一组哈。又乖又不特别给我拄少。哦，好啦，我跟你讲啦，绝对互你更较健康的啦哈。好，甲你写开哦嘿，谢谢，感谢哈。来哦，文正大哥。哎，好明啊。嗨咯。啊，我一包。好，一组哈，谢谢你哦嘿，感谢。我礼拜2吧哈。哦，礼拜二再来。好，无问题。好，早上，好，早上到啊哈。来，红金姐啊。红金姐要一组吼，喂，阿姐哦，小姐好，嘿对，芳玲，我也一周大组的哈，大组的吼，好，我送你哦嘿，谢谢，筋膜枪哈就好用的啦，美玉姐你好，喂，你好，小姐你好，我一组啦，要一组吼，我写开啊，用你们就要用你们吼，用你们就好啊，用你们我较爱啦，好，谢谢你哦嘿，祝你生意兴隆哦，收掉，来，我感谢我的黄美玉姐姐哈，来，观众朋友啊，今仔给咱注文交代哦哈，我们的筋膜枪其实我们里面跟它离开超50支呢，50支，哎，把握机会哈，上无就无啊，送完就没有了哈。来，今仔购买只要若大组的时阵，大组的哦，观众朋友，来我来讲，我来楼骹吼听，甲恁斗接电话，来你甲咱听讲，观众朋友食好，甲咱斗相报啦，吼，你就观众朋友听者来，来。我甲你讲，即马我一个人台中，阮朋友伊恁翁讲甲我讲，你爱食我这，我即马骹呢，我伊知我较早行路摆骹我即马骹拢好足济。你会使甲我请假3箱，你甲我寄台中市。我之前哦，骹都无力啦，袂行600日，再只若起来吼，困迄落边东西拢困死乖啊，无法度一下就入来你遮有啊。我即马小海还会行，无较早若要行拢爱行一乖啊啦，无力。因为我来去住玻尿酸，住无下，住一摆就900，2支就1800。来，感谢阮的阿甘姐姐啦，你看嘛，甲咱做见证哈，食好甲咱斗相报哈。所以讲，观众朋友，你还搁伫咧收，还搁伫咧看。这一次，我咧讲吼，咱这支筋膜枪，我咧讲搁加互你，吼，你讲内功兼外用，伫咧酸，伫咧抽，伫咧疼，你都有咧食咱的脚有力，你搁安尼吼，小可甲掠者时阵气咧过，搁较紧。我咧讲吼，人讲的，吼，内功兼外用，足好的啦吼。好来，0800810800，81518，谢谢。谢谢，感谢咱分享大哥哥大嫂啦吼。喂，你好。喂，你新朋友吼。好，来，你等我一下吼，等下甲你写开哦嘿，你等我一下哈，来，线卡吼，11线先甲接落去吼。新朋友，即马拢总满线，若小姐甲你接开讲或者我小等下甲你回电话，无要紧，阮电话就已经甲你写开啊。都有甲你写开啊吼，所以说你不用担心，你等电话边等候阮甲你回电话就好吼。当然，观众朋友你来看芳玲的节目，甲即马你就知影讲，咱真罕的讲，老师你的声音吼，嘿，真罕的吼，甲咱送物件吼。这一次呢特别，足侪时段真正有需要啊，都哇算甲足艰苦的，你食的时阵当然啦会当搁较紧的。效果更较紧的，是毋是？所以讲吼，就甲昨天呐，我爱讲吼，咱特别搁敲电话甲头家讲，老板啊，明仔载吼要讲即个
吼，只安尼顾这两支骹，啊，敢会使安尼打咧？吼，互人客讲我做安尼效果较紧的，吼，人讲啊内功兼外用，老板答应我了，但是观众朋友人又讲哦，内底组数，吼。物件若送完啊，无就无啊！吼，你可能内底我50几尔，吼，安尼第51位，我们真的就没有了吼啊！所以讲来，骹手要紧哦嘿，来电话，佮互咱观众朋友卡，老师你来准备下一首歌曲。好，来你稍等下吼，你稍等。哎，线较后小姐接就好啊哈！来，老师唱歌啦，啊，芳玲来甲恁斗接电话吼，真侪时阵讲我要等芳玲要甲我做业绩。谢谢啦，其实吼，有当时啊，江林老师接也好，也是芳玲接也好，阮两个就是拢同款的哈。来哦，玉兴大哥遐哟。喂。玉兴大哥你好。我。好来，啊大组的啦吼。好，我下开哦嘿，好，感谢你哈，2天以内哦嘿，好，拜拜。女人的心愿，来这个歌，伊的票数较好来。这首歌较侪人点啦，吼啊，所以讲老师先来安排这首歌曲哦，吼啊，这首歌曲是咱这个我先讲者郭大姐、柯苗姐姐、春雄大哥，啊，咱阿梅姐姐，甚至搁咱的文东大哥所点这首歌，互江林老师来唱，啊，芳玲即马线卡继续甲恁做服务，谢谢，爱你哦，嘿。我来安排，所以去安排这个歌曲《女人的心愿》。想袂惊离开，不甘予你占。目屎若流，心愈乱。你敢袂晓，用你的双手，轻轻来将阮揽，将阮揽。人的心不是海底针，伊就是爱流承担。伤心雨水一直淋，谁知影阮的心愿？女人梦，最后两字不甘。离开，不愿予你占。目屎若流，心愈乱。你敢袂晓，用你的双手，轻轻来将阮揽，将阮揽。女人的心不是海底针，伊敢是，伊就是爱流承担。伤心雨水一直淋，谁知影
阮的心愿。女人慢，最后两字不甘。女人的心不是海底针，伊就是爱你有承担。伤心雨水一滴蓝，谁知影阮的心愿？女人慢，最后两字不甘。人的心愿。好，谢谢，感谢，哇，感谢咱线卡吼，真侪咱在许多大哥大姐吼，有的是进前都有用过啊，用了好，今仔日看到芳龄讲，哇，搁咧讲的时阵，嘿，较紧的注文交代，因为今天不一样哦，今天有加码啦吼，实在讲的，今麦足方便的，唔免搁去注射，顾啉的效果上介紧。你像讲芳龄甲工龄的年纪。阮即马就开始伫咧顾啊啦，吼，尤其是这种专利高倍数浓缩的，你都是安尼萃取，一工，而且它很好喝哦，伊袂互你啉着，敢若你啉药水安尼，你会惊？袂，不会。这个口感真好，哦，这专风味的时阵呢，无论讲像这个吼密密杂杂啦，或者是讲像这个鸡肉啦，吼关节，拢做甲你补充。尤其是迄个筋。你若如果用煮的，哦，都是做这个叫做局部的，对，都一部位尔。哦，你用啉的时阵，规身躯哦，对对，你所谓密密杂杂啦，即摆科技都行甲正，对，无论讲像即个呢，颔棍筋得酸啦，倒位伫咧疼啦，或者是讲骹手无力啦，做一摆甲补充甲够，对，你用即摆，即摆现主是有犹太，无大经过精神，内功兼外用。来，讲到这支吼，等下来，即摆准备要来摇出吼，咱即个今仔日。药瓜啦，你看卖啊，边边啊安尼，一支正大支，即马正尔轻便着吼，探头搁刷了吼，有6种的探头，上盖新的，上盖柔度，念囡仔都摕，有法度摕哦。所以讲你要安尼拗弯安怎吼，安尼来用，你会感觉讲足轻省吼，来讲兼外用了嘿，来。李明全大哥哦，吼，明全大哥，明天的明，安全的全，吼，木子李个人独特，哦，咱就是按摩枪一支。筋膜枪哦，这是进入筋膜筋，甲你的筋膜内底，所以讲吼，伊迄深度真深。有的观众朋友，你咧抓铃的时阵抓袂着，哎哟，大哥讲吼，我今仔日转来时阵，但是大哥今仔日做工课转来时阵讲，我阿妈筋筋足酸，无吼，嫂讲叫嫂甲伊抓者对无？手无力啦，你即马毋免哈，你看是要用圆头的，还是讲吼，伊迄膏网内底吼，抓甲你骨芳入去。对，伊膏网内底你就是爱用一支。大细的材料。嘿，大细伊这有分段式，而且这易经显示，你看哦吼，甲你落的时阵，易经显示啊哈，非常我跟你讲，这个非常的巧，你吼爸爸妈妈你只要会晓开机。安尼就会晓用啊！使用非常简单啦。对啦，来，今仔有加码哈，观众朋友，我小等落节目了后，吼，你若有需要，我甲你做服务的吼，你毋免客气哈，因为吼工龄甲芳龄，所以我等下落节目，你看素贞姐就好啊，吼，他芳龄伫咧介绍的时阵，人伊即马就电话较紧卡咧哈。好，谢谢阮的素贞姐哈，恁的加油，感谢老师来安排一首芳龄的歌曲哦嘿。来，这首歌咧，你着忍耐。哦，我着忍耐啊！吼，我来讲哦，若讲我来唱这首，你着忍耐。若观众朋友，你着毋好阁忍耐啊！哈，迄若伫咧酸、伫咧抽、伫咧疼、伫咧麻艰苦的时阵，莫忍耐，电话即马甲卡开就好。吼，我甲你讲3工，互你有感觉；1礼拜，互你做改善。我甲你讲哦，好，
差不多1个月时间，你就感觉讲差有够济啦。你本地无法度出门的，我就要当互咱观众朋友讲会当出门，吼，所以讲来电话哦，赶紧卡哈，谢谢。秀仁大哥、神树哥哥、剑山大哥、尤大哥、尤大嫂、佳佳、苏贞杰、洪桃姐啊，剑山哥哥恁的婆声。踏出社会，为着将来，离开故乡走天涯。若知命运这呢歹，前途茫茫像。心爱的，你若有了解，请你着忍耐。女性不是无气概，暗暗目屎吞巴来，满目痛苦无人知，心事苦情藏心内，悲哀。谢谢水张大哥、秀峰、神树哥哥、焕忠大哥、佳琪，谢谢尤大哥、尤大嫂。无论啥你也五载，心情风霜也忍耐，心爱的心爱的。